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24节气，今仔日来到国五。国五是春天最后一个节气，代表气温开始回档来，这个雨水会来增加。果然，今年上强的春雨，就伫今仔日到位。这个雨有影是真猛真强，尤其是中部地区是变超大雨。日头早上班上课的时间，这个大雨是落甲变叫。台中山麓的航空科技大学门口做大水，真错流。学生骑机车经过，拢用牵的，袂当用骑的。甚至有女学生过大路的时阵，互水流冲去，互人是看甲心惊胆吓。规条大路拢淹水，这个女学生想要入去学校，淹过水真错流。因沿要条水过，无12号错流的水冲走去。徛伫边的警卫啊，想要甲救，淹过嘛是无救到，这个女学生冲差不多120公尺才徛起来。这一个冲去到大路中央，警卫啊赶紧打进前去甲斗3工。这个女学生和水冲走去的所在是台中山麓航空科技大学。唔若人歹行，学生骑乌托摆要入去学校嘛骑袂振动，只能用牵的，水有够错流，乌托摆强要被冲走去，警卫啊赶紧来斗牵车。这水真的突然很大，啊，机车整个被冲下来，人也被冲倒，啊，我们赶快一个个去把人给救起来。没想到有上学要渡河的一天。早起8点外，校门口淹水，这学生只好冒险去上课。我们的警卫去指导交通，还有同时也告诉所有的同仁跟学生注意安全。啊，是安怎无停课？航空大学表示讲，因为瞬间的雨量伤大，造成台湾大道排水系统消透未去。不过10几分钟后，雨变细了，水就退去啊，所以讲无影响到上课。是讲这个大水将学生冲走去这个画面，和过路人看到是心惊胆吓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